嘿，来继续过来为各位读一个母语教育，母语教育，嘿，今仔日是第3篇啦，这里新华先生的母语教育，安尼头前就继续过就一届啊，安尼即马就继续啦吼。来，第3节，第2阶段，国民党为全体制下的语言教育。嘿，我无读过啊，我逐概读的时阵，我是足无爱读册的人，所以讲逐概读的时阵拢是第一个读。我嘛真惊哦，可能真歹看，就是一件代志，假使佫做一摆，一句话讲袂了，请大家包涵啦。因为我即马吼伫厝诶，无啥物代志做，有啥代志做嘛袂歹啊，互家己会当读册啦，嘛当读即个册互大家听。好。第2阶段吼，国民党为全体制下的语言教育，意思就是讲，比如讲我是1987年，民国76年生，民国76年是改元的迄年，改元的迄年呢，迄年了后就毋是威权体制啊，嘿，过来就是差不多到我读高中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迄阵的课本就已经有国立编译馆上尾一版的迄个什物熟悉台湾的地理篇、历史篇甲社会篇，迄3本吼，就是即马真侪台湾意识的起头，但是讲共款列伫咧国立编译馆上尾啊。甲开放版本，过来上尾啊的，就是台湾意识的开展是了后的，应该是讲台湾的社会科，各种社会科应该都拢有台湾意识啊。所以讲伫头前，我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姊，阮阿兄。搁二姊，嘿，搁来就我甲二姊差7岁，意思就是讲，我1987年，这二姊是1980年，1980年以前，伊拢是读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历史，甲中国的三民主义。我搁有读着三民主义，但是阮迄阵袂考，无考公民科，嘛无考三民主义。但是因迄阵拢是联考，所以讲威权体制之下，因嘛有受惨着。因小学时阵，读国校的时阵，是讲台语爱罚钱哦，吼。所以讲吼，迄个威权体制下的语言教育，就是会罚钱的。你讲方言会罚钱的迄个时代，是咩人教语言呢？好啦，咱来看觅吼。来读互大家听。国民党的军事政权伫1945年占领台湾，安顿好势了后，就开始推动华语 Mandarin 做伊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换一句话讲，伊的语言政策就是爱要求讲，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定爱学华语，有听到无？华语就遮会出现啦吼，中华民国的华语哦，会晓伫日常生活内底使用。华语因此变做所有公家机关、公共场所以及学校的教育语言。所有学校为国校1年开始，每一节课拢爱用华语教，意思就是讲以前无用华语教。我哪会知？因为阮母啊，细汉时阵，伊1年2年的时阵，那唱歌毋是用华语教的哦，因为伊是民国41年尾，嘿，伊身份证顶是写民国42年以后啦，嘿，迄个年代无遐济晓讲华语的人去庄脚教册啦，所以讲，就算讲伊因阿爸嘿。采用伊阿爸嘛是厦门人，嘛是晓讲啥物厦门话啊，厦门话甲台语差不多，
但是伫咧庄脚，我都毋知影伊是有教过偌济课。伊有我有讲过，伊上课了后诶，迄个时间，因爸佫会开啥物？开啥物进修部诶？华语进修部课，互当地人上。迄做好耍诶。我顶摆听着时阵感觉真特殊。好，就是安尼，爱用华语教。所以讲，国校诶先生安怎教囡仔人华语啊？先生嘛，外省老师嘛用华语来教册。暗时啊，佫有进修部来教庄脚人讲华语啊，互因较有切头路啦。好，过来，1946年2月，国民党正式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大约有20几个委员，因负责编选所有诶华语出版品，训练需要华语诶公务人员，并且监督小学诶国语教育。迄就张朴宇1974年写诶册吼。然后伫咧8月选定台北诶一间小学做实验，伫遐发展教学法甲教材。1954年，迄套教材甲教法就伫所有诶学校全面实施，这是一个意思吼。1946年到1954年，迄个时间，1954年是啥物时阵？就是民国43年，43年真正阮母生出来时阵开始全国实施，但是无一定每一个庄脚拢有法度实施啊。过来，1956年5月，学校禁止讲台语。按迄阵到1987年，就是我出世迄年，囡仔伫学校讲台湾话，会互老师用真侮辱诶方法处罚。这我毋知吼，这因为做者因是台南人，台南敢是用真侮辱诶方法，中华可能较毋知呢。好，过来，1969年，国民党禁止教会公报使用台语罗马字，台语罗马字有互禁过吼。1969年哦。过来，1973年，教育部为着要加强推广华语，伫咧真侪师范学校开始进行华语师资诶训练，希望会当提高少年一辈师资诶华语程度。过来，师资诶训练是伫台湾推行华语真重要诶一个因素。有真侪档，有几啊档啦，有几啊档诶期间，大量伫扩充师资吼。即卖嘛是爱扩充啊，爱去教啥物？教外国人，教有需要诶外国华侨，因诶囡仔是说去因学中文、学华语吼。1969年到1968年迄年度，师资是爱伫师范学校受训5档，意思讲以前的师范学校是5档，迄是5专吼，迄师专啊，师专哦，听过吼？以前，但是阮以前迄高中的校长，就叫做吴武雄，伊就是花莲师专出来的，花莲师专出来后来，伊去永春高中，过来咱建国中学，有几啊档过来有歹势我念毋对，毋过较早有其他的管道，譬如讲军人，嘛会使通过配合因的师范训练，互因变做老师，变做先生哦。过来，高中毕业也是同等学历的人，嘛会当通过鉴定考试，互因合格做老师。只要是外省人要教国语，就真无困难哦，因为放远啦。这我是要补充一下，放远哦，外省有足侪省的，咱算看卖吼。我迄阵会晓算东北的9省，你会晓算9省无？吼，第二，兴安、乌龙岗、辽北、辽宁、吉林、
迄个安东袂丹东啊，佫有一个学工哦，学工论工，佫有啥？佫有啥？佫剩一个，河江、嫩江、辽北、辽宁，不是热河无算，迄无算。迄佫有一个先倒一个吼，我袂记咧吼，啥有记起来帮我补充一下吼。好，过来，迄高雄拢讲啥物？东北话，过来啥物？有塞北地区，塞北地区有听过无？吼，华北、塞北、东北，因讲的普通话拢差不多啦。吼，华南一大阵拢讲普通话，啊，一阵人呢，伊就算讲你看迄中国的方言地图原顶，山东嘛算做普通话内面，山西毋是。夹西，湖北、湖南遐，四川迄西南官话是倒位？云南、贵州，佫有啥？四川，即几个吼，因拢是讲普通话哦，是西南官话，就是另外一种普通话，有腔的普通话，就若像咱去听泉州话的时阵，迄尴尬，吼，有听泉州话、听漳州话，啊听南洋的福建话，拢是感觉人有腔。为啥讲有腔？人嘛感觉人有腔啦，嘿，好，过来，为什么是外省人教国语无较困难？就是因为普通话所在，你莫算迄个长江以南的扬子江以南的以北的遐，规个拢总是嘛讲普通话，嘿，所以讲，我遮嘛补充一下吼，就是外省人教国语都无遐困难，是真的，吼，过来。1975年，罗马字的台语圣经，互国民党没收。这真严重吼，没收，这对基督徒来讲是真伤害的代志。嘿，因无法度用台语读圣经，这真严重，因为你后礼拜就听无，过来听无，你听无足久的，嘿，迄足痛苦的。好，过来，1976年通过好，为虾米痛苦啊？先讲一下。因为因会习惯讲爱用台语去听迄个牧师讲教，若是一工听无，安尼你心肝头会积个遐问题，要安怎啊？今仔日无互迄个牧师讲解一个一段顶摆毋是读着一段，安尼牧师去要安怎啦？用抄的哦，我毋知，我嘛诚想要听大家迄个想法甲迄个经验吼。好啦。继续讲下，1976年通过广电法，所有的电台广播甲电视节目的台语时间受真无理的限制。为虾米？70%的人，有70%的人看电视拢要看台语，一限制起来，你才无法度传台语啊！无，那即马个客人嘛是爱讲台湾话，加严重啊！因为反兴我母语运动是一阵毋敢伫迄个运动员顶讲家己名的客人去发起的，你知无？好，我继续。台湾的节目上济码输超过20%，袂使啦，袂使超过20%。歹势，我重讲一下，台湾的节目上济袂使超过20%。到1992年，剩无到10%，这有经我有经验过吼。迄阵我细汉时阵就拢讲国语啊，拢讲国语，拢讲华语啊。敢若是闽南语时间，迄个杨丽花歌戏，就迄个出来吼，迄个就闽南语时间好，过来华语的单语政策，若是徛伫国民党的立场来讲是非常的成功啊！到1991年哦，华语的人口比例是90%，即马咧
100%无啦，99%啦。换一句话讲吼，因为大家厝内敢若剩一个两个，袂晓听华语尔。是啥？恁兜上大汉的迄个，吼，恁规家族上老的迄辈，可能一个两个吼，100个里面一个两个，嘿。换一句话讲，伫台湾除了华语以外的语言，包括河洛话、客话、原住民话，拢互人比较接近灭亡的骹兜啊，这我毋知啥物意思，骹兜边啊。好，方圆宣传教授归纳这段期间的语言教育模式是以下3种。吼，1993年的资料吼。第一，华语台语模式，课本是中文，教学语言是台语。嘿，课本中文教学语言台语迄啥？就是汉文啊。好，差不多10档哦。汉文的迄个状况差不多10档左右。第二，华语台语模式，华文课本华文课本读华语，解说用台语解说。但咱像即马。可能香港就开始渐渐安尼吼。1956年学校禁台语以前啊，我毋知香港会禁广东话无，若是会禁，我相信全世界的广东人拢会举起来。好，第三，华文华语模式，1956年以后，敢若会当使用。华语甲华文，啥物是华文呢？华文媒体就是华文。你看诶，香港报纸，迄嘛是华文，但是迄是香港华文。咱有台湾华文无？台湾华文是啥？会当甲客话甲河洛话用入去，用家己诶语言读出人看有诶华文。有法度无？这就是我要努力诶所在。好，咱先讲到这吼，这是第9页啦。好，刷落来第4节就较济内容啊。好，这是今仔日华语教育政策及拼音规划读册内容。感谢大家，拜拜，平安三记。